姐，多少钱？姐姐，亲姐姐，还不行啊？真正的姐，永不是逞一时口中之欲，而是有好东西可递。姐，姐。对不起，我一次没打到你的手，太远了，对不起。真正的姐，永不是逞一时口舌之快，而是有好东西可递。对不起。没事，不是，不能，完全不能，真的会。完全不能，完全不能。啊，待会儿我们从这个就是